刪除強制巴士乘客佩戴安全帶嘅法律條文，目前唔會有法定要求乘客喺巴士佩戴安全帶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話：雖然現時乘搭巴士冇佩戴安全帶並唔違法，但係強調安全帶喺交通意外中可以保障生命安全係不爭嘅事實。鄧炳強喺商台節目話：政府會留意市民提出嘅實際問題，完善法例，包括係咪需要加入豁免條款、巴士公司點樣做好配套等。係市民提出咗好多嗰啲實際嘅問題啊，咁咧我相信我哋喺嗰個完善咗法例，同埋喺嗰個推出嚟點去做啊，或者有冇啲豁免條款啊，或者我哋可以多啲溝通啊，或者係相關嗰啲巴士公司又可以喺其他嘅配套方面做好啲啊，我相信咁嘅情況底下推出嚟咧，係大家市民會更加便利。對於早前有人剪斷巴士安全帶，鄧炳強話係屬於刑事罪行，形容係挑戰社會制度同反社會行為，會嚴肅處理。另外，鄧炳強話涉及交通事件嘅新型碰瓷黨個案已經升至超過70宗，有人甚至20次聲稱因為前車司機突然切線而受傷，提出索償。佢話唔敢武斷有專業人士合謀，但係警方會仔細調查。嗰啲騙徒咧開住個卡 cam 啊，就係影到你咧，原來雙白線喎，咁啊咧就去警察度舉報，咁啊好有耐性嘅呢班騙徒，咁啊跟住等你咧，可能咧就係俾咗罰款啦，咪雙白線卡啊嘛，咪俾罰款咯，佢跟住就會揚聲咧就話，我其實喺你後邊，因為搭車咧撞到條頸，睇咗幾多錢醫生，甚至係受創傷，咁啊跟住咧就去咧就係要求賠償幾十萬咁樣，咁我哋發現咧相關嘅律師樓咧係有一兩間咧，大部分都係你做，同埋咧係有啲醫生咧，雖然係有幾十單嚟嚟去去嗰三幾個嘅，咁另外仲有咧嗰啲受害人咧，即係撞親條頸嗰啲咧，其中一個最犀利嘅有超過20宗係，只係一個人冇咁呃㗎，咁所以咧我相信係有組織嘅去呃人嘅。鄧炳強呼籲市民一旦遇到交通意外，要馬上報警，等警方調查。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道。深水埗下晝有巴士懷疑撞到樹幹，3個乘客輕傷或受驚，無需送院。事發下晝1點幾，一部九巴60X 線巴士沿長沙灣路往美福方向行駛，駛至欽州街附近嗰陣，懷疑撞到路邊大樹嘅樹幹，巴士車窗被撞爛。一男一女乘客分別擦傷手背同面部，一個小童就懷疑受驚，3人無需送院。屯馬線今日自頭班車開始實施特別服務安排，車程途經紅磡站嘅屯馬線乘客要喺該站落車，去到對面月台轉車繼續行程。港鐵屯馬線、輕鐵同港鐵巴士